點解呢個世界好似越嚟越多憤怒咁樣啊？你有冇發現到，不論喺網絡上或者日常生活，大家都變得更加容易憤怒。但憤怒呢，其實唔係一件壞事，佢係一種自然嘅情緒，幫助我哋表達不滿啦，保護自己。問題係好多人呢，無法健康咁樣發洩憤怒，結果就係抑壓、爆發，甚至乎影響心理健康。你有冇試過明明冇發生啲乜嘢，但係感覺莫名嘅煩躁，或喺夢入邊發怒、爭吵？夢境其實係一面鏡子，係反映出我哋潛意識裏邊未解決嘅情緒。透過夢，我哋可以更了解自己嘅內心，學會健康咁樣釋放同管理憤怒。你最近有夢見自己生氣嗎？留言或 DM 同我分享你嘅夢，讓我哋一齊探索佢嘅意義。Like and follow， 了解更多夢境心理學。